后来继续来看南投的日月潭，昨举办万人引导的活动，参加的游客加上亲友团超过3万人引入到日月潭。为着要让码头甲码头之间的接送速度较紧的，游艇业者是加开班次来载客。湖面上当时出现着10外台的游艇来来去去，讲意外做出着大影，上悬有1米悬，这个湖面变海面。当地开船开20年的老船长讲，已经有几啊年无看过这种的景象了，讲安尼真好，真热烈，充满活力。坐游艇，坐甲咻咻叫，因为规只船啊扣大型，挺悬搁挺高，讲两边南投日月潭的湖边，当时出现10几只游艇来来回回行船，嘛甲大影升到1公尺悬。惊涛骇浪感觉。真侪游艇出现伫咧湖边，是因为日月潭昨举办万外人游水活动，差不多估计超过3万人前面来到日月潭。游艇业者加开班次，载游水客和朋友往回水下和伊个小码头，安尼来来去去，不但往回河边泡泡的水面出现大影。当地开船啊，20年的老船长嘛讲，已经真侪年毋捌看过这个画面。是足好诶，日月潭的这个算讲真有动力啊，就对啦。游水活动真热烈。毋过嘛发生真侪受伤意外，亲像这个游水客受到重点，敢若因为慢性病失温，高倒伫咧码头这个25岁关先生，当时规人昏去，送病过身。主办单位统计，今年24000多人参加，有1人死去，1人手的骨头断去，52人救经，59个人胸坎杂杂，19个人失温，还有一个红小姐碰见。当时出动直升机找人，都要发现伊是无甲领队报备，就喊处理人转去。今年的意外状况是比去年更加差。那比去年多了6000多个人哈，那我想说这一部分因为人数多，当然相对性的话受伤。小挫伤应该是难免的。主办单位讲，去年来游水18000多人报名，今年加6000多人左右。现场医疗小组的人数嘛为154个人，增加到218个人。所以，会有游水客游水长度3公里外，大生一定要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，嘛要加强训练和热身准备，才能减少意外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